係珠海主城區南平華發商都旁呢一套樓，你如果睇唔啱，你就冇再買樓啦。20零萬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14平方豪裝4房南北通，以及望住一線前山豪景，仲有咁靚嘅東南亞園林景觀嘅豪裝4房啊！睇埋南北通超級舒服，客廳開間足足去到4米1，層高高達3米2，非常舒服嘅。北向咧，坐喺呢度食飯仲可以望到河景喎，真係相當嘅享受啊！U 型嘅廚房加埋西門子廚房3件套，以及 O 牌定制為涼把洗碗機，冚唪唥都係一個交付標準俾到你。重點係20萬你就可以攞低啦！呢度係公共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第一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女房啦，係咪好卡哇伊呢？第二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書房或者係茶室，同樣都係望住一線前山河景。呢間咧可以作為女主人嘅嗰啲衣帽間啦，非常 OK 啊！主人房帶咗一個套廁嘅設計，total嘅馬桶都係一個交付標準。三邊落床位擺低張2米嘅床，仲可以望到一線嘅東南亞園林景觀，飄窗陽台全贈送。呢度去到華發商都只需要5分鐘嘅時間，去到香港港珠澳大橋、人工島以及拱北口岸得10零分鐘。感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，我把成套資料俾到你。